臭死了，鸡肉馍，把他抓出来跳舞好了啦。哎，吴大，晚上好。他妈的，一些2486约人家双直播，要不敢露脸，看老师哎，卡销啊，干没有。来，晚上好哦，三大晚上好哦。来，大家晚上好。哎，各位，我打算开4个小时嘞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啊，分享一下啦，不然很无聊，都没有人要聊天啊。人不，你干嘛感冒哦？人不舒服啦，头痛，没关系啊。来公开分享一下，没关系啊，让他玩。来公开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来刷一整排赞跟爱心，谢谢。分享所有的社团啦，林北话中来，亚来亚靠吧，什么？在我这一谈讲到别人的，我就禁言了。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哦。一个睡美人。好了，猪发疯你也是假账号了，莫怪你叫中风的哦。好，峰哥还有跟鲁鲁住在一起吗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刷赞刷爱心不要停，分享直播各大社团。对啊，压力很大，你不知道哦。
刷怒的就封锁了啦，刷怒。赚的钱不够用啊！哦，赚的钱不够用啊，压力很大，你不知道啊？哪时候要卖艺品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缺股东了，好不好？那个 J 大，你是骂谁缺呀？来，J 大在还在？J 大，你那个 J 大，你现在在骂我吗？对，你现在在针对我是不是啊？置顶的这个缺，这个 J 大，你现在是在针对我是不是啊？啊啊，不然双视讯呢？啊，露脸呢？要不要？我的台我要封锁谁不行吗？是不是？我的台我要封锁谁不行吗？我的台就是有规矩啊，对不对？别来我的台讲到别人，我封锁正常的吧，对不对？奇怪嘞，我的台我不能封锁人吗？好奇怪哦。好啦，你可以滚了啦，好，拜拜。根本不是什么咖吧？峰哥现在无敌啊，什么无敌啊？很累啊，一个月赚没多少钱呢、不够用。哎呀，不是你啦，C 大。啊，下个礼拜我这一台会有一个女主播啦，来卖东西，但是她不会入镜啦，你们再多多支持她，OK 打 OK。哦，过阵子我有一个直播主爱用我的台卖东西啊，你们再自己支持他啊。直播我不卖东西啊，哎呀，
我不能卖东西呀。哦，卖什么？知道就知道了吧？哎呀，好不好？知道就知道了，先不要问了。哎呀，卖打火机呀，还有卖一些有的没的。哎呀，哦，之后会有半箱的打火机进来，哦，半箱。哦，半箱大概没几只啊，500颗打火机。哦，木雕没有啦，哦，木雕没有。你这压干嘛？也有。那你要这个干嘛？你看，半箱没有很多，500颗而已哦。哎呀，那你们在支持这个女主播了，好不好？女主播哦，没有再送一颗的啦，送一颗我后面怎么卖啊？哎呀，没有木头，没有木头，好不好？打火机一款，好，然后灌瓦斯防风的，哦，50颗，50颗就1000块含运费啊。哦，我不可能在直播卖东西呀、哦，有几种颜色哦，颜色统一金色啊，没有在25颗的啦。你卖25颗，我后面闪的怎么卖啊？金色，金色，好不好？哦，金色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正面是一颗牙齿，然后写天峰回来到，背面写牙刷小。哦哦，但是这个是女主播会卖东西，我不会卖了，我就说我不会在直播面前卖东西啊。金色啊，金正哦，韩国饼干可能没有了，嘿呀、别人跟你说25颗1000块，你俩没赚钱，你相信？
你的又没有防风，为什么要1000块？来，各位，我刚才讲什么？知道的打上来。林北讲话快中风了。有听到我刚才讲什么的打上来啦。林北说打火机有防风，我什么时候没说没有防风？打火机有防风，而且还可以供瓦斯，好不好？火力可调吗？哦，不要问一些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火火大小当然可以调，怎么问这个废话？哦，因为这个粉丝团有没有管理员有好几个啊，先跟各位讲一下。哦，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因为这个粉丝团哦有好几个管理人员哦，所以跟大家讲一声啊。有时候如果这一台有开，并不是我开哦，因为我开我都会入镜。哦，来这样了解吗？各位了解打了解。到时候就知道了嘛，好不好？对呀、何志伟很久没有捧场了，何志伟啊，何志伟大大，之后再麻烦支持一下女主播啦，哈。哎呀，因为我不能直播卖东西呀，哎呀，啊，先跟线上的报告，之后有女主播，如果开粉丝团有没有做生意，你们多支持她啦，啊，不要单双敏的，哎呀。但是女主播她说她不入境的啦，我说没关系，哦，不入境一样可以卖东西。预定的话要先汇款哦，哦，最多就是一盒买，就1000块含运费，哦，1000块含运费，哦，50颗就是一盒1000块含运费，哦，颜色就是统一金色，哦，然后有防风还可以供瓦斯的，
女主播漂亮吗？你想干嘛？啊，这一次的打火机500颗而已哦。哦，要要订的自己私讯粉专哦，留下电话、姓名、地址先汇款哦。哦，小帮手会帮你们登记起来啊，因为我不能直播卖东西呀，哎呀。女主播是谁不重要，好不好？没有很重要哦。好了，各位不要三八了啦，归刚 A 啊，女主播是谁不重要了。哦，反正主播就是不会露脸的，哎呀。哦只有女主播卖东西，你们乱被封锁，我是没有第二句话讲哈。打火机就只有一种颜色，全部统一金色，然后防火、防火、防风啦，不是防火啦，防风。哦，还可以灌瓦斯哦。那个打火机的那个打火机的事情好不好？你私讯粉丝团好不好？小帮那个女主播会回啦，因为我又不是在卖东西的，靠腰啊，我是聊天的，顺便跟你们讲说，过阵子如果有开始直播是女主播在卖东西，不是我啦，好不好？对呀、防风啦，不是防火啦，靠腰啊，龟缸 A 啊，肖格格讲错话而已，不要这样嘛。女主播是谁不重要，各位，不要再问了，各位。女主播是谁不重要，因为她不会露脸，各位。帮我配1万，那个来乱小的，我敢配1万，你不敢买了。
什么最多优惠啊？那是因为客人拜托我们做打火机哦，我才做的哦，我才做的啊。打火机就是要卖给大家，但是直播是跟女主播买，不是跟我买，因为我就说我不是做直播的料哦。买多有优惠吗？看你买几颗啊。你不要跟我说买100颗、200颗、500颗有没有优惠？没有哦，因为数量太少。但是你们买多要先汇款哦，不然帮你们做下去，你们没给我钱，打火机摆在那里就完蛋了。买一颗买一颗免运费吗？你去外面买就好，好不要跟我买嘿。买一颗免运费吗？你去外面买就好了，哦，不要乱哦，看乖诶。买一颗免运吗？你干脆叫我直接送你一颗运费80自己付就好。买一颗免运吗？不要乱了，哎呀，没有再卖一颗的啦，一盒就是50颗，就1000块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有些直播主也是没露脸的啊，好，你们要酸，不要在这边酸了，好不好？办理老师的办科封锁，我就说500颗、200颗没有优惠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等打火机做好之后，我会叫女主播开直播卖啊，她不入境的啦，因为她不入境的。啥小啦，我不认识啊。你们说帮你们订过打火机大量有优惠吗？要看你们多大量啊，五百颗，500颗，你说可不可以优惠？那没办法了，哎呀，
打到骨折，没有？没有啦，400颗、500颗没有优惠啦，你们要买好几千颗才有优惠啊。你买那个100颗、200颗，叫人家优惠，要什么优惠？你买那个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、1000都没有优惠啦。哦，除非你一次大量哦，除非你一次大量几千颗哦。而且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疯子一次买几千颗打火机吧？对呀、哦，最少就是一盒，一盒就是1000块，没有在1颗、2颗、3颗、5颗。直播这种东西不能卖烟火，规缸的哦。陈怪堂不要乱哦，你上次有弃标东西过，还没有封锁你就不错了哦。你们要打火机的可以预购了哈，一盒就是50颗1000块啦，啊自己私讯粉丝团啦，啊小帮手会另外一个直播主他会回复啦，啊他会帮你们统计呀。哦，你们要打火机最少拜托不要买散的，因为很难记。哦，你们要就一盒一盒买，一盒就是1000块含运费。好啊，资讯粉跟嗯直播主会回你们。哦，我粉丝团有好几个直播主，他们会回你讯息，好不好？哦哦，我刚才就讲过了，卖东西我不能卖。哦，我另外一个直播主卖东西，但是他会害羞哦，他就不入镜了。哦，啊，你们要支持就多支持他。哦，啊，酸民一样就直接封锁哈、无大没关系啊，我有吃止痛药了，谢谢啦。哎呀，如果有瑕疵怎么办呢、你如果会怕有瑕疵，你就不要买就好了。哦，出货都会全部做检查，好不好？放心。
我去年打火机不知道卖了几千颗出去了，哦，都没有问题，都没有客人反映，好不好？哦，小弟去年有做过打火机来卖，哦，我一个人已经卖好几千颗出去过了，哦，客人还想要再买，哦，因为他们感觉材质不错用，哦，所以才回来跟我买。买东西寄到给你们，一定要拍，开箱一定要拍照录影的。你不能说你用一个礼拜了跟我说有瑕疵吧？这个讲不过啦。曾经就有一个客人用一个礼拜，后来说有问题，我也是讲说算了算了，直接退他钱，东西也不用寄回来给我，麻烦了。因为东西收到他没有，他开箱也没有录影，没有拍照，他一直跟我挥说到底要不要退款，就想说算了算了，退给他好了。买东西你要开箱，收到东西第一个拍照外面的包装，第二个开箱要录影，本来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要关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打好。对呀、一些人就是买东西收到也不拍照也不录影，就跟你说东西有问题，是不是就有纠纷？很麻烦，就是这样啊。好啦，我头越来越痛了，我先下播了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先休息了。好，来刷一整排，晚安。打火机都买台湾制的，不然呢？来刷一整排爱心跟赞，然后刷2个字，晚安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播关掉了哦。靠，这一代肯定被叫滚，你长大了是不是？来，小杨哥，拜拜。哦，这一代叫我滚，没礼貌，长大了是不是？小杨哥晚安。叫你们打晚安，来2个打晚安，吴大跟小杨哥。好啦，其他的人是来参加告别式的，是不是？互动一下好不好？你们都不会互动的，都没礼貌嘞，至少也互动一下嘛。晚安啦，早安，4、5个人、5、6个人互动，其他的人都不会互动，跟人家看什么直播啊？抖内啊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不会，没有玩那个啦，嘿啦。我叫你们全部说晚安，说一整排赞跟爱心上来，你们都做不到吗？
好啦，没有，既然没有那么多人要理我，就下播了啊！叫你们说晚安都不会说，手机也是叛逆哦，互动一下嘛。对了，打火机我设计的，好不好？打火机我设计的。好了，有问题私讯粉专，我一些直播主会回复。图案刚才就讲过了，一颗牙齿，然后天风回来到，另外一面血压，压大小，就这样，压大小，天风回来到，然后一颗牙齿，这是正面，然后背面血压大小，哦，就这样。怎么看直播的？怎么私讯粉丝团？哦，预购要先汇款，因为数量有限，只有500颗，一盒50颗就是1000块韩运费。下礼拜一还有寄出，如果这打火机要1个礼拜，先至1个礼拜的时间，还要等它干。到时候抽发财金吗？没有，哦，没有。